再来看，民进党立委王义川伫电视节目评论台中市长罗秀燕用的粉底介绍够外形。民进党的性平部是发文谴责王义川哦，这嘛引起不少的讨论。民进党的立委范云今仔就强调讲，咱得爱继续来落实性平教育。现代妇女基金会是表示遗憾。 民进党立委王义川这阵仔有适应风波，伫政论节目用口说口气批评台中市长罗秀燕伊的粉底液介绍甲外貌，引起民进党性平部强烈的谴责。伫面册批评王义川写阮无爱讨厌女性的台派，引起网友无共看法的议论。性平部说您是厌女台派，您觉得您是厌女台派吗？ 互人点又做记号是亚女台派，王义川早起伫立法院笑笑无回应。身兼民进党发言人的新北市议员窦冠廷呛性平部面册打文讲性平部无互当事人说明的机会，听书无完备，都着急谴责王义川未审先判，敢讲袂互党公之心寒。 任何的政治人物不分性别哦，那他的外形哦，妆容都不应该被批评。最重要的是，我们制度跟性平教育都应该要继续落实。长期在喊性别平权哦，那但是却到很多议题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们民进党男士的沙文主义不断的出现。范云讲，相关制度甲性平教育拢应该继续落实。立案就认为，民进党包装性别平权。 拄到争议，三分之二都闹出来，妇女团体嘛对这样代志表达遗憾。男性确实比较少，因为仪容的状况受到同样的一些关注跟检视哈，试图要用一个非工作表现来给予这样的负面的评价的这件事情，它其实会抹杀了女性的专业跟贡献啦。现代妇女基金会表示，政治人物的攻防不应该评论女性的外貌穿插，才会非工作表现，爱用专业来问政。记者采访报道。